羅定各位老細，自從我哋預測開通羅定到肇慶專線咧，好多股東都提議增加四會個站點。OK， 今日咧就出發四會，睇有冇合適個站點。各位股東有咩好個站點嘅話咧，評論區度打出嚟建議一下。今日嘅一上高速度落大雨，真係貴人出門招風雨啊！之前咧都考慮過增加四會個站點，但係如果增加四會個站點咧，就會延長嗰條線路嘅時間。目前咧好多股東都強烈要求增加四會個站點。OK， 冇問題，各位公司，你哋規劃好個線路俾我。各位股東，我哋依家到咗四會廣場，準備喺四會廣場嗰度試個點。嗰個點咧，四會大房嗰邊個股東過嚟嗰度上車咧都比較方便嘅。我哋上咗車之後咧，就喺四會嗰邊上高速走廣發兆到肇慶學院，途經工商學院、七星岩牌坊東公交站、高腰嗰度上高速到羅定，正常係3個半小時。各位股東，你感覺嗰條線路個時間你哋滿意嘛？如果咧你有更好嘅建議，歡迎一齊探討。